后来乡亲啊，拄则看到越南伫台湾的新住民超过105000人，早就已经甲咱生活做伙，变做咱的厝边兜。但是伫1990年代，真侪民众也是叫因是外籍新娘，总是看人无就目，因为语言甲文化无相通，再加上经济弱势，拢互真侪越南的新住民受到污名化的对待。如今30年过去了，咱亲入无共的家庭，发现真侪新住民的困境反转了。但是，因甲台湾社会迄个鸿沟，敢有彻底来消失呢？面对记者的访谈，真侪新住民忍不住流下目屎。为越南新娘到新住民这条路，因一路行来的过程，来看采访小组的追踪报道。如果回头的话，我不想嫁来台湾。会想妈妈啦，会埋在心里。我是跟你们一样，从小在台湾长大。越南是我的故乡，台湾也是我第二个故乡。透早伫传统菜市仔内，人真济，有一个真细粒子的人，伊是43岁武世彩，为了因兜的小食店，逐工会来遮采买。早。那你今天呢？我今天要绞肉，200块。若要详细听，可能听不清出来。伊其实是越南的新住民。34岁迄一年，武世彩来台湾做新，3年后嫁到台湾落地生根，逐工走菜市啊，连摊商拢将伊当作亲人。有点像你女儿，有像吗？有像。他对我像女儿一样啊，老板对我像女儿一样。女儿年纪还比我女儿还小哎。刚刚跟哥哥跟我打招呼，越南话呢，他会学越南语。我弟媳也是越南人啊。根据最新统计，目前台湾的越南新住民有105000多人，占所有新住民总数的将近20%。而光是新北市就有18000名的越南新住民住在这里，他们早已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台湾的重要成员。牛肉河粉。食饭时间店内拢客满，较无10平的店面是武世彩甲因翁陈宏伟实现梦想的所在。连90岁阿公拢真接来遮斗3工，规家伙啊做伙拍拼，要创造美好的未来。辛苦是辛苦啦，可是为了未来啦，还有家人要努力。开始。囡仔伫念越南的童谣，嘛引起武世彩对家乡的记忆。并且相片甲阮伫分享的时，想到故乡目屎煞挡袂掉。大概多久会痛一次电？有时候1个礼拜啊，有时候好几个月。一般大家都会把爸爸妈妈的照片放在身边啊。越放越想，好不好？不敢放太多。对呀，不敢放，想就会流眼泪。想要办身份证，短期无多出境，加上开店赚钱无多休困，武世彩已经超过3年无转去越南啊。故乡亲人是伊放不下的牵挂，想要做台湾人，因就要比别人更加坚强。这个嫁来台湾都要每天要煮啊，赚钱啊，来拍谁嘿？法律自助餐店一直过来台湾17档的5是今年20岁迄一年，正是花样年华，却变成厝内经济来源，必须世界趁钱，最后依着家己的力量，6年前将这间店面拍落来，家己做头家，开创出一片天。他是越南新娘啊，他是大陆新娘啊，他是本土的啊。人客无心讲出来，新娘较早是无数新住民心中的痛。1990年代，来自东南亚甲中国的女性透过婚姻移民到台湾，人数一年比一年较侪。因为台湾翁大部分是工农阶级，甚至是经济真困难的。外籍新娘却变成因的大祸，掠袂掉的有名标签。来台湾19档，变成台湾头一位新住民纪录片导演的黄金凤有深刻的体会。他们觉得说啊，你讲话你发音不标准啊，你是越南来后，你是外籍新娘后怎样，就是那种心态的去看待我们这样子。那所以我那时候也会有一点感觉到是会被歧视。他会讲说我老了，外老那种，有时候会跟他讲啊，我就说我们是台湾媳妇嘛，要让你讲就好了。再选择一次，你还会嫁到台湾吗？不要。
如果回头的话，我不想嫁来台湾。那个时候，所有的人从官方到甚至到学者、学界的研究，NGO、老师、媒体都在讲外籍新娘素质差，然后他们孩子发展迟缓。那个素质的论述其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阶级主义名称，这个习惯的用语代表着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所以它必须要一种社会的发动去反省这件事情。长期做新住民议题研究，世新大学社会发展所教授夏晓关，2003年成立南洋台湾姐妹会，发起正名运动。经过20多年的打拼，台湾对婚姻移民女性的称呼，为外籍新娘、外籍配偶改为新移民，到即马新住民。因为台湾的处境慢慢的改善，不过除了无公平的标签，更较早期来台湾的新住民女性，经过更较侪苦难甲心酸。我家住在胡志明市。那收证甲，那甲人客开讲，50岁林玉哲是这间米甲店的主人，伊好手艺，有真的人客会来回收证价。25岁过来台湾，已经离这块土地过一半的人生啊。不过多到台湾的时，其实有一段惨痛的过去。当初嫁来是在南投竹山，那个时候我知道只是3个越南人而已。我最怕是语言不通，大家要指指点点，觉得有点好害怕，到底是我们哪里不对，还是怎么样，所以会担心。80年代台湾农村对这个美丽外国面真好奇，不过语言未通，文化各有差，不是造成误会，嘛好林玉这个身心受重伤。就你从小长大就在那边，突然变那个地方，你真的没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一下子我全部都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没有，连到语言都没有了。我每次啊去那个楼上啊晒衣服，就我看到那个后山呢，我都会哭。一个人伫太阳外里忍受孤单，用目屎洗面的日子过8冬，搬到都市了后开始上班，嘛拄到差别的对待。没办法去做什么更好的，只能说要做劳力的工作。被老板娘她有一点小欺负我啦，因为她认为我是新移民来，我的工作可能会比人家多。然后薪水又比较少，以前他们是连工作权都没有，所以大部分是打黑工。有些雇主，也许是他不知道，以为法没有修，也许是故意隐瞒。他会告诉这个移民说，因为你没有拿到身份证，就你的薪资会比较低，你没有什么福利这样子。早安，妈妈，你那里是否也洒满一地光亮？2017年发行的《我并无想要流浪》专辑，讲出真侪新住民的心声。红金基包办其中2首，身为越南华侨的伊，13年前搬来台湾定居，即马是小学的越南语老师。新住民的身份认同，较早是伊透未开的心肝。我不知道台湾这个社会对于越南这个字好像瘟疫还是流感一样的感觉，就是在我那个13年前的年代，感觉到开始我们在这个土地上究竟是处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然后我究竟在这个土地上我拥有什么样的一个权利？当时的目屎已经流打去啊，也要讲到无公平的对待，依然会生气。长期遭受不平等对待，真侪姐妹开始参加公民运动，为新住民大声争取权益。以前可能是有姐妹比较对自己没有自信，然后也没有出来学习，或是跟台湾朋友交朋友之类认识，所以呢，就是这5年来，就很多姐妹有这样子一个胆量，可以出来推广自己的文化。越南的4所大学毕业的才能认证啊，越南这么大，几百所大学，那要怎么去认证学历？所以那时候我去工作，连高中的同等学历都没有的那一种，其实是会增加对台湾的不满，就是觉得为什么我能力不比你差，可是我永远都只是在当副手这样子，或者是说我可能就是只能做
这个很低阶的工作，这样就会被质疑这样子。那这群人才是嫁到台湾来，他是落地生根在台湾，又有下一代。如果他是人才，我们何不接受他？其实我觉得这些是我们未来要更去努力的。最近几年来，政府咧实新南向政策，和新住民慢慢受到重视。不过30档的荒狗敢真正消失去啊！在社会系统中，新住民依然时常因为相关的法令无够，求助无门。其实新住民相关的政策、相关的工作，都落在不同部会。所以我在2年前就提出一个新住民的基本法，这些人的权益。你应该都要去做一些保障。政府就是在104年成立行政院新住民事务协调汇报，提供相关新住民一个整合资源的协助。每次我们去陈情的时候，就说好了，我们个案处理。那他们永远会说，第一个很麻烦了，我们现在开放了，那就有些不法之徒会偷溜进来，所以我们应该都把你当犯人来对待嘛。反过来想，如果我是放到我们台湾人身上，他到底合不合理？如果合理，我们再说嘛。就明显不合理，为什么就是讲不通这样子？离开家乡，一路向北。家乡我都放袂记，新住民伫这片土地有厝有囡仔，囡嘛留伫台湾，穿越南的国服后带，每一个姐妹啊笑甲真自信、真温柔，人生的种种难题嘛烟消云散。在遥远的婚姻路上，我看到新住民对生命的险恶，嘛希望在台湾这个新故乡，透过更加完善的法规、友善的社会环境，保障新住民的权利，互因莫阁流目屎。